各位觀眾早晨，今日係12月11日，美聯儲議息會議釋放鴿派信號，市場對減息預期升溫，受此消息提振，恒生指數有機會借勢向上，嘗試挑戰25,700點一大阻力，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該位置聚集了前期套牢盤及技術性買壓，阻力強度不容小覷，一次性突破的難度較大。預計今日大市將在樂觀情緒與技術阻力之間博弈，主要波幅區間看25,550點至25,700點。操作策略建議謹慎追高，若快速衝高接近25,700點，不宜盲目追漲，觀察突破有效性，關注指數能否放量企穩於阻力位之上，以確認突破有效。控制整體倉位，在關鍵阻力位前維持審慎的倉位管理仍是上策。市場正對議息結果進行定價，短期波動可能加劇，請各位投資者密切留意盤面變化。